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 my soul from sin, send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请安好无？甲因讲平安。哦，伫主的听咱拢诚做一家人，伫主的听咱拢诚做一家人。咱来用做伙用这条诗歌来明白咱的心，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才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才做圣，因为耶稣的革命，因为耶稣咱有格外的人生，欢喜享受主万名，欢喜家人的主听，因为耶稣风雨山野主属定，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才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才做圣，因为耶稣的革命，因为耶稣咱有好活的人生，享受主万名，欢喜家人的主听，因为耶稣风雨山野出属定。咱看隔壁兄弟姊妹，因为耶稣咱才做一家人，甲伊讲，因为耶稣咱才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咱才做一家人。咱搁做伙三个来念哦吼，这条歌咱拢做熟啊吼。除了天白云顶真正大以外，第这条歌只有一节的歌词，伊讲着讲，因为耶稣咱立，因为耶稣立光明，因为耶稣真做圣，因为耶稣咱有过我的人生，甲享受主的生命吼。咱搁做伙三个来念。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才有囝儿，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才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才做圣，因为耶稣的革命。因为耶稣咱有格外的人生，欢喜享受主万名，欢喜家人的主听，因为耶稣风雨山野主属定，咱拢诚做一家人，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才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的主爱，因为耶稣彼此忍耐三款待。有时欢喜当吟诗，有时苦痛当伤悲，因为耶稣三角艰苦三甘甜。咱为耶稣来经历最互咱会甘甲苦甲甜，因为耶稣陪伴咱来迎接新的开始，新的一年。嘛，伫咱的人生诚做咱的帮助。咱要来吟一首《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
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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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歌只有一句话。咱行伫上帝的光的内面，咱要做伙拍谱啊，好无？好，来，天气寒冷，好，咱甲双手借我来，来，预备，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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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行伫上帝的光，做伙出声来，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来，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有感觉你的手烧烧无？来，有你的面，你的面是冷冷；有你的耳仔，你的耳仔是冰冰。吼，求上帝帮助咱吼，互咱有火热的心。我讲我迄日去东宫啦，东宫吼，东宫教会，一路拢日头咧甲我照，为什么？因为咱向东行，啊，日头对东边起来。所以我会感受到叫做东宫教会原来是安尼，吼，啊，搁足歹困的，吼，过咱的过指数开车是讲要歇一下，拢无法度歇，因为日头足赤目的，吼。啊，咱搁做伙参加来劲嘛，吼，啊，搁做伙拍谱啊来，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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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伫上帝的光。最后甲咱讲啊，咱在做光啊，甲做盐，愿咱拢行伫主。会光，主来引带咱同心来祈祷。疼痛的主，阮感谢你，你因为你立光明，因为你真做成，互阮有过我的人生，互阮有享受啊，主你丰盛丰富的画面。阮从今仔日的礼拜，仰望伫主你的双手，来恭敬，互主你来感纳，嘛愿主你甲阮感纳阮的心灵甲敬拜。阮今仔日的娱乐赞美，拢互主你欢喜，阮的心跳跳来调见主你的面。阮要开始今仔日阮的礼拜，以及阮今仔日伫主你的圣殿所献的祭，愿主你欢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行动的电话关机，安静心来敬拜上帝。来吟圣诗40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袂听我的声。
咱着为家己开垦爬远的地，用公义业种，就是收割仁爱。因为这是追求耶和华的时，庆后以来，用公义亲像雨降落伫咱。三角来吟圣诗84首，大家大欢喜。学落来吟诗，请起立吟全首。请咱游玩徛底，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时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遐济，大家来交托启文。第24篇，诗篇100篇，现着我来刻，请兄弟来印。启文第24篇，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
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甲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耶和华上帝，我们要用全部的心神来称颂你，来学乐你的圣名。阮所以爱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我们明日善思，阮的心要对你讲，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有丰盛的慈爱，欢喜赦免人，想事救恩，互患难求救你的人。你的力量甲大安慰，诚做阮伫危急当中的帮衬。你也要将阮举起，拯救阮无败落罪恶陷阱当中，搁脱离凶恶的对敌。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阮，伫你遐有满足的喜乐，甲永远的福乐。天父上帝，感谢你救赎阮，诚做你的囝儿。伫新的一年，阮要回应你的呼召，就是将阮的性命互主所用。伫阮的工作顶面、教会当中、亲情朋友中间，搁伫阮的厝边、街头巷尾，去见证上主的名。恳求上帝用喜乐的油膏抹阮每一个人，搁用赞美的衫甲阮满咧，有圣神的同在，有信心，有能力，属灵的目睭去分别善恶，会当去做上帝要爱阮去做的事。通过圣神所赐的气力，互阮内在的生命勇壮起来。搁我靠伫享受气力的基督耶稣，阮凡事拢会当做。伫新的一年，我要为主来做梦，想要看到上主伫教会成就伟大的事。可能阮当中有肢体会讲，我想到这就会感觉惊吓，毋敢踏出这一步，也可能恶得承担。但是相信上帝你会用伫阮中间得运行的大能力，大大超过阮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阮看见伫启示录7间教会当中，有刚强的、软弱的、忠心的、背道的、受苦的、无冷无小的，主称赞因虔心、节备、归正，主也赏识。这拢是主所疼的教会。伫新的一年，求主调整、激励阮的心，阮犹原要降服伫基督的王权之下。你是教会的根基，互阮稳定坚固。你是教会的头，指引教会，保护教会。求主的疼包围阮，兴起阮中间忠心有见识的领袖来带领阮。也求主疼惜阮的细囝、青年、社青，陪伴因的心，矫正因的信仰，来承接主甲教会的使命。兴起阮拢诚做祝福的讲道，传好消息予善食人，医治心灵破碎的人，讨帮受掠的人，安慰悲哀的人。求主帮助阮众人，袂记你后面的事，拍拼追求头前的事，所插的标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吊阮的赏。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求，阿免。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
正乐队因所要献唱的诗歌是“圣哉，圣哉，圣哉”。这粒公托上帝的话，第一位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2章39到52节，现在台语译本是伫第130页，路加福音第2章39节。约瑟甲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完成一切的规定，就转去加利利，到因的故乡拿撒勒。这个囡仔渐渐大汉，日日勇壮，充满智慧，上帝的恩惠甲伊同在。耶稣的父母逐年拢有去耶路撒冷守半过节。耶稣12岁的时，因嘛照惯例上去。这期煞因出发要转去，囡仔耶稣留伫耶路撒冷，伊的父母拢毋知。想做伊是伫做伙行迄群人的中间，因行一日的路程了后，才开始伫亲族甲熟悉人的中间伫找。因找无，就倒转去耶路撒冷找。3日后，才伫圣殿看到伊坐伫教师的中间，也伫听，也伫问。所有听到伊讲话的人，拢因为伊聪明的应答，感觉着惊奇怪。伊的父母看到伊，非常着惊。伊的老母对伊讲：“囝，你哪会通安尼对待阮？你看你的老爸甲我真烦恼，一直在找你。”耶稣应讲：“恁哪着找我？敢毋知我一定着伫我的爸的厝。”不过因未了解伊对因讲的话。后来耶稣甲因做伙转去拿撒勒，事事顺坦因。伊的老母将遮的代志拢藏伫心内。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天，上帝甲人嘛哪听伊。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到12节，圣经伫378页。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我既然成人，就将囡仔的事拢放下。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
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今仔日陈牧师要甲咱正道的信息是：伫信仰中大汉。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即几日受到天气的影响，大家拢过了一个真正是寒天的寒天。嘛，因为寒冷的冬天，互咱感受到这四季才有较尔明显。无你若是暖冬吼，那这寒天非常的温暖，你会感觉讲这棉被甲厚衫拢无摕出来穿，就敢无亲像寒天的迄种的感觉。帮助帮助咱，即几十年因为地球的暖化，咱知这暖化拢是来自咱人类安尼碳排放，所以咱渐渐咧看重即个议题时，除了环保甲环境的保护以外，以及咱对地球的伤害，甲是毋是有过度的开垦开发，互地球的温度一直增加。咱每一个人嘛会当伫资源的顶面，好好使用，无过头使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讲人爱甲注重家己的身体，吼。但是咱想看卖，咱若无留一寡资源，互后一世代的人来用，咱是感觉咱即代人足过分吗？石油毋知影几年的开采，会开采了，所以咱看到顶礼拜新闻，美国为着要建个委内瑞拉，甲因的总统掠起来。其中嘛是可能与委内瑞拉这个国家也有丰富的资源，包括石油。咱想看卖，如果咱台湾毋知有啥物种的资源会当互美国安尼做袂？所以咱想看卖啊，地球有真侪遮的资源，无一定是用袂了、用袂尽。上帝赏赐咱就是即个地球尔，对。帮助帮助咱。咱今仔日咱用一个主题来看着咱的信仰，是毋是信仰的大人，还是信仰的细囝？所以第一爱问咱大家，你细咧到你现在差不多几年？有人自细汉伊就细咧，叫做小儿细咧。像我就是小儿细咧，细咧了，当我17、18岁。我甲牧师讲，我要成做成人会员，我要收圣餐。牧师就教我上课，上了后，就伫众人的面前告别信仰。迄年阮有3个人，拢做伙信仰告别，就是阮3个拢伫主里尔大汉。所以有个人讲，甲牧师讲，牧师我40、50岁才领受福音，才正做基督徒。我毋捌上过主日学，有个人毋捌上过主日学。咱想看卖我有上过主日学，就是安尼细汉伫基督教的家庭大汉，然后伫主日学领受教育，到伫青少年团契，到伫了出社会献身，正做传教者。每一个人有伊信仰无共款的背景，有个人自细汉就是基督徒，有个人伫伊大汉了后，才领受着福音。像我的妈妈是因为嫁互我的爸爸了后，伊才去教会，因为伊是来自民间信仰的家庭，所以阮的阿哥、阮的阿姑、阿姨迄边拢无人信主，所以阮有当时转去过年过节转去，因会甲物件另外无拜过物件留互阮食。阮有甲因讲，阮无食拜拜的物件。伫哥林多迄个时代初来教会哥林多迄个所在，就是生理人将肉摕去拜神明了后，佮摕转来卖。咱感觉讲这种人是足无道德啦。如果来用现在来看，是无宗教道德。无宗教道德，甚至有个餐厅讲，
即个回教徒因无食猪肉对无？所以用毋对的话，猪肉迄个回教徒食着，是毋是？安尼就是无迄个宗教道德。咱想看嘛，犹太人因伫食物的顶面有洁净甲无清气甲无清气的规定，所以因无食这无清气，圣经记载无清气的物件，到即马还阁是安尼。所以咱来看讲，咱到底是信仰的细囝，还是信仰的大人？咱今日经节个放伫39节到40节，以及50节、1节到52节，以及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咧看待讲，咱的思想已经大人，已经得爱放下即种囡仔的思想甲看法，敢毋是？做大人的咱拢无爱互讲你敢亲像囡仔。包括青少年、青年，因到伫18岁、20岁了，因嘛无互人看伊是囡仔，敢毋是？所以每一人伫年岁成长的顶面，咱的年岁，甲咱的信仰是毋是安尼对着咱的信仰是毋是对着咱的年岁来增加？亲像今仔日的经节所甲咱讲的，耶稣的智慧，以及得着人的听。拢做伙成长。伫人类行为甲学习讲到囡仔稍微囡仔小可捌代志的时阵伊会想讲，我去摕大人的衫来穿，甲家己装扮成大人。小女孩小女生就去摕胭脂来头抹，摕妈妈的胭脂来头抹安尼，也是头抹粉，穿妈妈的套装也是洋装。这小男生呢，小男生就可能摕爸爸的西装来穿，佫干内裤带。但是迄面看起来就是囡仔面，佫安怎装就是囡仔。但是伊想看觅讲，这囡仔的行为讲，因想要看讲我大汉到底是生做啥款。罗大佑的歌叫做《童年》一首歌叫做《童年》。这内面的歌有写几句的歌词讲伊讲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着一张成熟与长大的脸？望着假期，望着明天，望着长大的童年。其实小小的童年，拢有一个心讲，有一日我会大汉，我会成长。有一日我会变做大人。所以，什么时阵才会亲像迄个高年级，因有一个安尼较成熟的面，你。假期安尼过，毋望着明仔，毋望着有一日我会当长大。每一个人拢有伊的童年，耶稣嘛有伊的童年。今仔日经节就甲咱记载讲，耶稣的生母玛利亚甲约瑟，因完成了律法所规定的了后，因转去到地，转去到伫拿撒勒，拿撒勒。特别马太福音有记载，因为耶稣出世。了后，博士来朝拜，迄律王生气，来杀死2岁以下的细囝。耶稣的生父约瑟甲生母玛利亚，因得着天使启示，带着耶稣逃难去埃及。特别马太有记载这段。了后，因佫转来到伫犹太地时。等希律王已经死，即个风声已经过去了后，因嘛是佫转来到伫地，到伫因的故乡拿撒勒，拿撒勒，就是照圣经所记载伊要成做拿撒勒人，特别是马太福音有甲咱讲应验先知所讲的话，伊要成做拿撒勒人。耶稣出世伫伯利恒，然后成长伫拿撒勒。但是旧约在内面无提到拿撒勒这个名，这个地名，所以嘛无讲耶稣会成做拿撒勒人。安尼到底这个先知是为对来？马太福音讲的先知是足侪先知啦，是复数啦，是复数，不是单数，或是足侪先知的应验讲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所以真侪人真侪圣经学家都来研究伊要成做拿撒勒人，耶稣要成做拿撒勒人，要安怎来找到线索甲解说？原来拿撒勒，拿撒勒甲希伯来语，迄个拿细尔，旧约圣经迄个民数记6章，刚讲到迄个拿细尔人，
拿西人上较出名的，参孙啊。拿西尔就是要分别做成，迄个拿西尔的意思就是讲，我要甲伊分别做成，所以拿撒勒甲这拿西尔的音足共的，足共的。了希伯来文即个基啊，基调叫做 Nazar，Nazar，甲拿撒勒拿撒勒。以赛亚书11章1节讲，弥赛亚要对出来。要对亚西的树头来布演，亚西是什么人？大卫的爸爸，就是意思讲，弥赛亚会对大卫的后的这个老树头来布演来中大。啊，这个影啊，这个枝条这个基调，甲拿撒勒这个音是非常的共款。所以圣经学家就讲，这个拿撒勒甲老亚西这老树头的影，也是相款的音。拿撒勒伫耶稣的时代，这个小小伫加利利的所在，伊是有罗马帝国的兵营有伫遐，因为兵营甲这个小小的所在拄啊非常的近哇。犹太人真讨厌罗马人，所以伫遐有罗马的兵丁。因就感觉讲，迄个所在看袂起拿撒勒迄个人，迄个所在的人，因为一寡的地方的原因，所以人若讲看袂起你即个人就讲你是拿撒勒人。在耶稣的时代就是安尼，看迄个拿撒勒，就是讲是迄种看袂起。如果我若看袂起某某人，我讲你是拿撒勒人。所以当拿但耶稣的学生，伊去看到耶稣的时，伊讲拿撒勒会当出啥物好米？拿撒勒无啥物好米通出啦。意思就是看袂起拿撒勒人，犹太人看袂起拿撒勒人。拄好耶稣伫迄个所在大汉，耶稣伫12岁时，去到耶路撒冷，嘛是转去到拿撒勒。所以伫伊当年的时代，应该是伫遐长大成长，就是伊的宗教教育啦，伊的当年拢伫遐来经历、来经验。但是拿撒勒却是一个互人看袂起、互人藐视的所在。所以圣经有预言讲，迄个弥赛亚谦卑到互藐视，所以耶稣伫迄个所在长大。嘛应验着先知所讲的，许有人藐视。一个加利利的拿撒勒人，一个捌互犹太人所藐视，但是耶稣就伫遐来出世。所以第一，咱今日要甲大人分享的时阵，虽然耶稣互看袂起，但是耶稣就无因为安尼，无要去传道理。到路加福音接续有讲着耶稣去会堂。摕一本圣经来读，现着以赛亚书，因为伊要来讨望这受苦的人，这送香的人，这会堂的人嘛对伊真无礼貌，所以先知伫本乡无受欢迎，耶稣必须要离开拿撒勒，世界去传道理。所以咱会出身的教会，咱毋通感觉讲，咱的教会是安怎吼？咱来用咱的教会，诚做是一个阳光。耶稣迄种称作是拿撒勒人，但是耶稣嘛无因为安尼就无去传福音。咱的教会是当时设立的，咱的周报顶面有写，1957年8月几号，升格日期几号？这是咱总会的网站。1957年8月20号设立了笃行教会，过无到1年哦。1958年7月24号，咱就变做堂会啊，我们就成为堂会了。堂会有几个要件？要有真重要的一个要件，要有30个成人的陪参会员。所以真紧啊！咱去年去亚华礼拜的西丹教会，150年啊。还阁是安那
智慧。长会甲智慧差别就是伊无到30个成人会员，陪餐会员。所以林牧师有甲我讲，进前的牧师已经拢邀请伊的亲人朋友，将会籍甲刷去因教会，互因教会当赶紧变做同会无，无150年啊！所以伊完成这个任务了后，伊就退休啊。当然，迄间教会敢正是还阁聚会啊，还阁聚会。你旧年有去邀下礼拜，有去的举手，你有去有无？大概150年啊，还阁聚会。咱无甲一年就真做长会，所以毋茫你行到底吼，你爱以笃行教会，真做你的阳光，真做你的阳光。那些个人耶稣虽然人看袂起伊，但是对于约瑟甲玛利亚来看，伊嘛是完成律法的规定的事，表示因是真正是犹太人。因不但是血统顶面的犹太人，还阁是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伫信仰甲血统，因拢是真真正正顺转的犹太人。而且马太福音有讲到，耶稣的家谱会当到伫会当前到伫大毕到伫阿伯拉罕。咱台湾人若食日本料理，敢会变做日本人？袂嘛，咱嘛是个台湾人嘛，毋是因为你去食啥物料理，就变做迄国的人。你去美国的大卖场买美国的物件，食品食了，你嘛袂变美国人，敢毋是？所以犹太人嘛共款，因伫因的食食是有规定的。犹太人诚做做犹太人的耶稣，伊嘛是守犹太人的规定，食清气的物件。伫利未记11章就有记载清气甲无清气的物件。清气的物件就是，若是牛啊羊，这是清气的，因为伊会安怎反刍。台语叫做冰草，伊会伫胃的内面一直反刍，一直冰草。这就是清气的。了体也要是偶体，不能是单体的吼。水中无论海里还是河里，有鳍有蓝的，恁拢通食；有鳍有鳞片的可以吃。安尼我请教各位，鳗鱼饭可以吃吗？鳗鱼有鳞片吗？鳗鱼是没有鳞片的。鳗鱼膜呢，规个都足光骨的，但是台湾人偏偏就是真爱食这个啥鳗鱼膜，这个膜饭最好食。但是咱想看嘛，这咱哪会当食？照规定，咱也是迄个袂当食。但是咱毋是犹太人，你毋免惊，咱毋是犹太人。使徒行传10章11章有记载着彼得彼得伊魂游向外时，伊看到了异象，这个无清气的物件落落来伫伊的头前。当伊伫约帕城咧祈祷的时，看见着异象，伊非常的枵，但是物件落落来确实无清气的。伊甲上帝讲，这无清气、无洁净的物件，我从来毋捌食过。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就安尼连续3届，上帝就甲这物件收去天顶。咱用这个经节来解脱，咱是外邦人，咱当照咱的风俗，照咱的饮食的习惯来继续，食咱应该食的物件。咱想看卖啊，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当年，伊讲耶稣的成长伫身体、伫心智、伫灵性顶面，拢做伙来成长。玛利亚嘛，这件事放伫内底。耶稣的智慧伫对显现，就伫今仔日的经节，伊12岁到伫圣殿的时，甲经学师伫遐有讲有问有回答，伫遐一讲的时，玛利亚甲约瑟真着惊，讲约瑟哪有耶稣哪有这个智慧？所以耶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是对囡仔开始，甲咱拢共款。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道成肉体，伊的成长嘛无捷径啊。耶稣的成长嘛无行近路啊，毋是讲耶稣上帝讲耶稣你较紧大汉来，我互你食一个啥物种的物件，过几年了我煞变成大人，
无，耶稣嘛相款。所以今日经查讲讲，耶稣是真真正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是对囡仔成长。虽然这个记载非常的短，圣路加甲咱讲，耶稣的身体、心智甲灵性做伙来成长。所以咱爱请教，咱信主偌久啊？你的信主的年日，爱甲你的信仰爱慢慢成长才对啊。你若信主10年，你得有10年的程度，是毋是？你信主50年，得有50年的程度。哦，有人80岁较领受洗礼，安尼无要紧。哦，你若爱有安那追求的心。所以第2点爱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咱爱有保持无道，信慕主的道即种的心。亲像诗篇42篇第1节讲：上帝啊，我的心必切较无你，亲像鹿必切羡慕迄个溪水。每一种动物拢一定爱有水才会当生活，包括人嘛是一样。所以信仰偌久，你的信仰爱甲你的信仰的程度来做一个正比。所以今日用即个主题讲，伫信仰顶面来大汉来长大，毋是讲你一定爱你的肉体爱大汉，是你的灵性爱长大。我有当时看到有教会你明明在上年的年会伊的名还搁伫小儿会员名单内面，安尼表示伊还未个别人的信仰，个别伊的信仰伫会员名单内面，伊还搁是小儿明明都已经有年会但是还搁伫小儿的内面，所以你到天公呢，你的身份还搁是小儿52节讲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上帝甲人嘛哪听伊。咱要得到人甲上帝的听，咱伫咱的信仰的顶面嘛爱有表现才对。第3，要甲大家做伙相共来分享，就是咱的名爱努力伫生命册顶面。我主日学，我国小2年，主日学老师教我一条歌，我一直拢记牢的。这条歌非常的简单。这条歌帮助我足大，因为大概献圣经的时阵，我会献对，袂去献唔对。这条歌叫做《新约目录歌》，新约的目录歌，会晓唱的举手。有人举手，你甲我拢共，我甲你共款。主日的老师真认真教，对。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腓利门、彼得前后书、约翰三书、犹太启示录。所以我若是这新约，若是毋是这新约的歌的范围内底就是古约嘛，对不对？对吧？所以雅歌跟雅各有没有一样？雅各书跟雅各书是无共款的，所以你要真清楚，真清楚。了，因为安尼你献圣经，你就献足紧的，你就袂去献唔对。今仔该讲翻开哥林多前书13章，你就袂去献去旧约嘛。一定很信用嘛！圣经手中有圣经的你中甲破一遍掀开，通常的条对诗篇无就箴言，大要伫遐那点诗篇有150篇50篇所以咱想看卖我读神学院的时，我就努力要来背旧约。旧约嘛有一条歌叫旧约目录歌旧约的目录歌。毋过较歹听啦，较慢啦，我就无有听过，但是无去甲学啦，无想讲要甲背起来。但是咱有方法啦，你会去圣经头前，创出利民生、苏士德、萨萨、王王、代代、拉尼斯、波斯、真传哥、赛耶、埃杰、丹和尔、摩尔拿米和哈番该、亚玛，你就知影迄个次数哩对啊。今仔日分马列基书，
咱较少咧查这马廖基，马廖基就伫新约的头前，哈番该亚玛就是马拉基，哦，哈该书就在那附近，所以咱想看卖啊，这圣经咱来珍惜，耶稣伫拿撒勒大汉，耶稣是犹太人，我想伊对旧约的圣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保罗先生讲，咱莫只有停留伫假呢的基督徒，咱毋通干那洗礼了，咱感觉讲，我已经摕到天国的门票，我一定会当进入永生的国度。但是如果有一日，你到伫天堂的门口，天使讲，你来自倒位？我来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中中会独行教会，好来，阮的独行教会会员合会手册来并一个，有你的名，伊佫现讲咱的点名簿啊，讲，你的出席率足低呢，一年52礼拜，我看你的出席安尼无真悬呢，安尼天使敢会互你去天的祖家？咱拄仔伫遐讲孙城的正女主，对无？伫天的祖家，当伫咧门口的时讲，你的出席率无悬呢，也是讲，也无来甲你考试一下。请问，请问雅各甲雅各书倒一本是新约？你若拄回答错误，是雅各哇，要安怎？天使要互你入去吗？你想看卖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互咱的名册伫生命簿的顶面，真正是记载伫生命簿内面。使徒行传内面有讲着讲，初代教会因每一日聚会，伫遐收主的爱餐，就是收主的圣餐。上帝就将安那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啊，因是儿女上帝，得到全体的教义，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这就是信徒团契的生活。得救的人哦，使徒行传讲，这是得救的人哦，无讲也是你已经洗礼，也是安怎？咱来确信，你是毋是有通得到救？得到救嘛，来自你伫日常生活的表现，敢毋是？所以咱想看卖啊，伫生命簿内面是毋是有你的名？当你到天的祖家的时阵，天使讲我要簿册检查，从咱簿册检查，咱的簿册爱三项调回检查，包括财务啊，天使来现咱的合会手册讲，有你的名，出席率够有够，团契嘛有你的名，奉献拢有记录，会表示你是照实实在在咧行的基督徒。安尼你去到天堂，入去到天堂，安尼嘛才新的暗。愿主帮助咱的每一兄弟姊妹，咱伫新的一年，咱毋是灵性顶面的细囝，咱是爱成做灵性顶面的大人。咱的信主的年日，爱对着你信用的表现，安尼做伙来成长，亲像耶稣一样。亲像耶稣伫心灵、伫身体顶面安尼长大，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得到人，会当得到人甲上帝的疼，拢是足多伫咱的心上，帮助咱伫生命簿的顶面，伫努力伫世间来追求较无上帝的真理。莫圣经旧约新约，你若拢分别袂清楚，到入天堂的时，你要入去天堂。安尼敢入的，你敢安心？愿主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将耶稣基督赏赐互阮。耶稣毋是伫非常繁华，也是政治甲宗教的中心来长大，伊是伫犹太地北边加利利的拿撒勒伫遐来成长。耶稣伫遐12岁，到伫伊青年，到伫伊30岁开始来传道你。祝你陪伴即个拿撒勒，那亲像即个
拿死的人共款来分别罪性。伫迄个所在，虽然互看袂起，耶稣来自迄互看袂起的所在，总是伊完成主你所托中。伊行到倒位传道里，有侪侪遮的法利赛人来攻击伊，来掠伊的话芳，总是耶稣嘛是照主你所托中伊来传道理，到死伫十字架顶。主啊，帮助阮，互阮嘛学习耶稣，互阮的心灵灵性，拢对着阮每一日来成长。求主嘛帮助阮，互阮无做信仰的细囝，互阮伫生活内面，那亲像一个大人。求主帮助阮，伫讲话、伫行道拢合主你的教示。愿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因回应的诗，圣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请起立因全首。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的因带，无论风雨也变静，伊拢会做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出。好在迄感人变正欢喜，烦恼变好奇。伊着较因带，互咱恩典拢无散。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就落归声言谢，互天地拢总三家欢喜。请坐，请明典执事甲雅安执事来书献。
请咱掀开周报的第3面，咱来先读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大家撮只读2遍。本周金句：上帝甲人嘛那听伊，路加福音2章52节。上帝甲人嘛那听伊，路加福音2章52节。上帝甲人嘛那听伊，路加福音2章52节。这有本周的聚会表以及礼拜的事奉表，请咱家己详细来看。周报第4面本会消息：第一，礼拜了后有爱餐，感谢志良长老的准备，请和平小组甲德行小组餐后的休息，愿主祝福。第二，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3楼会议室召开中职会，请中职第参加。第三，全教会4年读经计划。第一，咱今主日要举行圣经作业奖励的颁奖，代表受奖的名单如下：陈宝莲、罗秀贤、马徐轩、王明玲、谢丽珍、桂红武、王乔、林慧美、赖淑美、吴清淑、桂春、许纯英、刘蔡月圆、刘武库等14名，请等一下咱报告了后到台前来代表领奖。其他参加的请伫会后，咱到1楼的走廊的所在来请我本人来领奖第二，咱本周的读经的进度是《生命记》第7章到第11章第7节。第4点到第6点，请咱家己来看第7点，后主日咱要举行圣礼典，举行圣餐，请兄弟备办心，甲主同坐倒。第8点，1月25日，本会伫礼拜中要召开会员好会，请各部组、团契、圣歌队、主日学、关怀协会，伫今主日前来提出2025年度事工的报告，甲新的1年度的事工计划。第9点，新的年度请各团契更新交易厅团契的报告栏的内容。第10点，请咱各团契各单位的首长甲团契会长，伫本主日开始将咱的校谱整理好，交到办公室，互好会的检校委员来检查。11点到12点请咱家己来看。周报的第5页，关怀协会消息请咱家己注下面团契甲小组的消息。第一，双年团契伫今仔日主日这个爱餐了后，11点40分，伫1楼副堂有聚会，由陈牧师分享看见甲经历耶稣欢迎客友踊跃参加。第2点，双年团契2月11号上午11点伫英屋日本料理要举办迎新会，请罗秀贤姊妹来报名，到2月7截止。第2点，青少年团契今主日聚会11点20分伫5楼，主题是桌游。第3点，兄弟团契这礼拜要读的圣经，因的聚会要读但以理书第4章妇女团契主日学以及社青团契，请咱家己来看。具体的关怀甲会友的动态，咱为着咱的教会细囝因这礼拜要考试，求主帮助因有认真的态度把握因的时间来有比这考试。第二，咱嘛为着身体欠安病痛的兄弟，为因代祷，伫主内底求主来医治因，施稳治因。周报的第6页，教界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下面有咱连面要举办1月份的庆生，受请的名单如下教会要赠送
落水溪米一份来祝福因生日快乐。主保的第7页有顶周的奉献报告，若是有错误的请往林主座长老来反映。下面咱颁奖庆生甲大道请安，请牧师。咱请周报顶面有迄个刊的吼，遮的人员来代证吼。宝莲秀贤徐轩名人长老丽珍，方玉王巧惠美淑美亲属家郭春许纯来咱代证吼。两人摆，再来，宝莲姐，来徐贤姐，来惠美姐，来朱老师，来媚莲姐，朱乐莲姐，王乔。有领奖是往后，第2排往前。第2排往前。秀春那等。哎，魏春，谢老师，我输了，录吧。谢谢。OK 的哈。照个相。王小姐较搁出来咧，你的面孔炸咧。3、2、1，好。介绍一位新的人客，蔡友信，迄个青年，蔡莲啊 ，please stand up。对2周来吼，咱拍拍甲伊欢迎。下面庆生咱请1月份的寿星吼，生日的兄弟姊妹咱请起立。点名加有吼，现在新生完美老师，快乐，祝你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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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完美老师有没有拿到？好，来。好，咱有摕到吼，好下面咱要做伙三角来代祷。咱求上帝帮助咱1月25号要开会员好会，这段时间侪辛苦的同工，求上帝帮助，望这个日期会当非常的顺利吼。咱做伙三角来祈祷。听堂的主，阮感谢你，阮伫后主日要来守圣餐，要来伫甲主日做伙同坐祷。伫25号我们要调开定期的会员好会，帮助阮陪伴阮的心。阮诚做主日的囝儿，虽然阮受洗，总是阮犹原爱温群参加聚会、参加礼拜。伫阮的信仰甲灵性顶面来得到成长，愿主帮助阮，阮祈求做基督徒即种的福分，嘛有份诚做上帝你的囝儿。阮伫信仰的内面
嘛伫教会即个团体来成长、来大汉。啊，侪侪遮个青少年也是青年朋友，啊，做哩好，因嘛用伫倒县教会啊，出身伫倒县教会，伫倒县教会啊成长来欢喜，来得到主你的阳光甲疼痛，来祝福遮个细囝，因的身体甲灵性啊长大，啊主你引带带领，嘛互因得到人甲上帝的疼，啊那加得到因的年岁啊那加添，愿主帮助阮。阮嘛为着今仔日啊1月份啊受生的兄弟姊妹来替因祈祷，求上帝帮助因，互因啊搁长大一回时，搁领受你对主你来的疼痛啊搁较加添，愿主你帮助因，帮助遮个啊伫1月份啊过生日的兄弟姊妹，啊祝福因的活命，因的性命。啊，亲像啊，主你互因的阳光甲疼痛，互因伫1月份这新年的开始，互因的生命不断啊伫更新的内面来长大来成长，帮助这1月份啊过生日的兄弟姊妹，阮恳求上帝你帮助啊施恩，啊祝福阮的啊国家伫新的一年有新的气象。伫国会以及地方啊，侪遮个遮个政策也是措施，求上帝帮助，求上帝你会引带保守台湾即个土地，还有侪互人惊吓也是无欢喜的事，求上帝帮助，啊，包括阮的战斗机失事、飞行员啊，暂时还搁咧憔悴。才会加速心痛，阮丧失一位啊优秀的飞行官，啊帮助阮的国家伫议会的内面，伫阮的总务省，也是人民的福利等等，求上帝帮助，互遮个国会议员因真正有智慧来处理遮个啊务省，嘛求上帝帮助啊阮啊即个土地。无论是政府人民，互阮会当同心一致，互台湾即块国土是主你所赏赐互阮。阮的祖先徛伫即个所在，阮的后一代嘛要伫遮来长大成长。主你安怎听以色列，主你着帮助，互台湾即块国家人民伫国家意识会当清楚明白，求上帝帮助。阮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艰苦白疼，为因来祈祷。伫无方便来到教会，主你有缘启示因、听因，互因无论收看礼拜的直播，也是会当伫福音的平台顶面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互因无停止聚会，互因有缘伫厝内甲主你相同行。求上帝帮助，互阮的性命，因为阮有追求的心、渴慕的心，来领受上帝你互阮的真理，对主你的话语，对圣经，无论是旧约、新约，来启示帮助阮。阮献上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来行平安礼。
咱搁唱一届吼。我愿主的听声声来听你，我愿主的听声声来听你，我看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愿主的听声声来听你。咱游玩徛地来吟上营的诗歌386首，献下万邦万国万民，因是煞请牧师祝祷。咱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指示到永远无煞。阿门。这请坐，入倒。